咱人需要防灾箱，宠物同款有需要。这高雄市动保处推出全国头一个宠物防灾箱，希望民众会当重视这宠物的权益，也会当提关主人的责任感。 这一箱里面其实是主要跟医疗有关的。动保处今晚把箱仔拍开，内面有饲料水，嘛有宠物上爱的切托米亚，甲厝内底宠物爱用到的物件拢全好势。万一若是拄到紧急状况，一卡箱仔赶咧就走。最近防灾避难包的议题引起讨论，不过拢是针对人的。高雄市动保处推出这个全国首创的宠物防灾箱，有民众认为对宠物来讲真下用。没有碰到灾难的时候，不会想到说应该要准备什么。如果说他们都已经规划好的话，是对我们来说是很方便。像地震的话，然后房子垮了，但是我们跑出去，然后因为我们可以另外找吃，但是宠物的食物不好找。想要准备的时候，你会帮他带哪些东西？ 大概就罐头、饲料跟水吧。其实宠物防灾箱的物件甲人的差不偌济，除了食食、药啊以外，都是生活用品甲会当安大情绪的切托米啊。将需要物件放伫咧纸箱仔内底，倒起来会当成做一只椅啊。动保处表示，这个宠物防灾箱算是一个建本，即阵也无对买，主要是要推广这个观念。未来可能就是，如果大家都喜欢这种话，我们会去跟企业去合作，来这制造一些更多的像这种箱子，真的能够在台湾能够帮助我们犬猫的。 动保处表示，虽然宠物防灾箱也买袂到，不过因有做一本宣导手册，教大家爱准备啥物物件，要安怎带宠物做过避难，民众会当参考。记者柯家如柯昭勇高雄场报道。